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放音腔真养成课上的西蒙老师，屏东领导人，来跟同大家分享穴位按摩养生36式，接下来都同西蒙老师共下来做穴位按摩，也个接下来都一个预备动作预备动作呢都。坐喺个40公分高嘅顶嘅地方，个速度控一下，双手来正侧，最主要是抬腿同细腿，喺垂直，90度，安尼唔会影响血液循环，安尼做连续嘅13式到18式，13式都顶舌转头，顶舌转头最主要头线做下动作以前要做颈部运动里头都有讲的前后左右个旋转将个降紧放松以后呢，他要做顶舌转头顶舌转头示范动作是3码向左手边的时候头向右边3码向右边的时候头转向左边。嗰个连续动作都，有个动作呢，可以将那个颈动脉可以训练平时都来训练颈动脉可以防止中风。天天都旋转舌眼旋转舌眼就有个3码等于嘴唇。牙齿中间眼睛跟着转。个3码臀眼珠尤其眼珠在看档好时间你都要看下摸眼珠个按摩用心向上向左手边向脚下右手边做连续做36次以后呢，都往右手边的做下是旋转舌眼都假设有示范，有些东西都要1点半钟以后一定那个3码有个运动的时间，当方做胃经也叫好多大肠经会刺激那个消化系统有的人都比较偏瘦再过来就扣齿固床扣齿固床都一个竖托稳那个下巴向前向东方也都扣齿扣齿还有牙床固床。这个扣齿固床呢，就是牙床相碰那这相碰之后呢，这个牙床的细胞会通知我们大脑的下视丘下视丘是我们身体的总司令它会调集这个血液循环到我们的牙齿或者呢按不头牙齿痛的时间，有某止痛药的你都可以做样式扣齿做下动作的时间呢，你的下巴那边放松完全是靠我们拇指往上往前这个动作。那因为我们在做16式提耳正气，提耳正气是耳尖我们用拇指、食指轻轻的抓着耳尖往上拉1、2、
3、4、5、6、7、8、9、10，啊，啊个叶片哈中间1、2、3、4、5、6、7、8、9、10，啊，个耳垂哈1、2、3、4、5、6、7、8、9、10，啊，个正气哈，正气是用两个手塑造，啊，特别二公也哈1、2、3、4、5、6、7、8、9、10、11、12、13、14、15、17、18、19、20，啊，按照继续做36次，啊，因为安尼二公哈有左右加起来才有100个穴位，哈，啊，伊都会安尼身体嘅反射区，像安尼脚底哈，脚底反射区一样啊，它五脏六腑都在从这里，所以现在有耳针啊。耳朵的针灸啊，也可以去疗愈我们身体的疾病啊。那这个再来是17式搓耳忘忧哈，搓耳是用我们的食指哈，食指、中指啊，还有一个二公的头前后背哈，双下啊，一通哈，1、2、3、4、5、6、7、8、9、10。所以12、13、14、15、16，啊，也个搓耳忘忧哈，加上迄落卡有个乳香啊，quite好的精油哈，你就可以涂个二公头前哈，同后背哈，也有那个伤心的事啦、不如意的啦、不愉快哈，那就可以忘记哈这个忧愁哈。然后我们再来是18式。掏耳通穴啊，掏耳通穴是用食指哈，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耳孔，啊，耳孔这边啊，然后我们这样好像掏的动作哈，把这个啊，比如说这边有一点啊，这边有点痛痛的啊，你就这边按压啊，由掏的动作变成压哈，那这个都是是我们五脏六腑的一个反射哈，然后我不知道它是哪里啊，但是我觉得痛。我就压它啊，这样的让这个地方的穴道啊可以通畅啊，然后啊还有这边啊这个耳廓啊有个全部用个掏耳哈，如果俺那掏耳朵呢哈，也可以再捏一捏啊。好，这样子，我们这个16、17、18式哈，全部都对应那个义工哈来做穴位的按摩啊，也对应那个听力哈，他个义工的听力几好嘅运动也个头部哈，那个面部的动作呢，就都有6式哈，6式嘅。连续嘅做的哈，顺便嚟講一下養生的這種嘗試哈，你都可以早睡哈，早睡早起啊，營養也要注意加上我哋有那個平常嘅時間哈，成日看醫生也給到我哋養生的最重要嘅一個注意事項我哋都有嘅13、14哈、15、16、17、18，有嘅都三馬哈，三馬其實呢都我哋嘅心肺哈、心肺脾胃哈，全部有經過三馬嗰隻有嘅我哋做再做有嘅13哈、13式頂舌轉頭哈。三馬向左邊的時候，頭會向右邊哈，然後旋轉舌眼哈，舌頭在嘴唇跟牙齒中間跟着眼睛轉。
再来是扣齿扣齿固床扣齿完全是用2个拇指手的向前向上然后托着下巴好，这个固齿。然后提耳正气提耳正气是先往上拉拉个36次，再来往左右拉36次，再往下拉36次然后再用手掌这样震动耳朵4、5、6、7、8、9、10，然后搓耳搓耳就是食指中指对耳拱的头前后背双哈移动要可以忘记忧愁不如意的事情老是挂念在心的就可以，然后擦点乳香在这个精油可以效果更好那另外18式就是掏耳通穴掏耳通穴就是用手在这边掏好大家做个几好。休息一下。